人类的文明发展中，繁荣始终被火车头给带动。湖口老街因为大湖口火车码头铁路的开发而风生水起。从三元宫到天主堂300公尺长的老街，以红砖为建材，牌楼立面是罗马巴洛克的形式，却在闽南建筑为主的长街上展演风情。买芋泥吗？我要芋泥。你要热的还是冰的嘞？有热的吗？啊，我们的肉的很特别哦，有加我们客家的油葱酥。好啊，那我要来碗热的。光看就好好吃哦。冻起哦。看起来好粘稠哦，好好吃的感觉。这就是客家味。是的，这个猪就瘪的哦。来，请用。老盖红盖新发现耶！那有装束，好香哦！这个新发现啊，我一定会记很久很久，我会告诉别人。芋头是一种奇妙的老滋味，甜咸皆宜，冷热不拘，中西兼容。而在这还真的叫吃在地。因为这就是湖口的特产。今天品尝到的还有老板的匠心独具，因为铁马就是他最大的招牌。老板，这火锅冻铁皮，你係我哋虎口做凍鐵皮嘅糊點心，你每日都做嘅糊，凍票，棒哦！而且啊，我觉得这虽然是你们的传统味道啊，却是我在老盖红盖新版。加了客家红葱头的芋泥已经惊艳了，但是心灵上的飨宴就在身旁。走进店内，老板的收藏拥有十足的禅意，仿佛一阵清凉的风就此吹过。火车不再快飞，但是在巴洛克式的牌坊上，在客家风味的芋泥里堆积出许多老盖烘改性发现，让故事继续编写。